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里伊来去找我们过年啊！哪有？好牛逼，好牛逼，我不来接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心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肚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有一天，赵管理伫每一年的春分，拢会落去下庄的大兄，回来的时阵，甲我讲，伊伫下庄有拄到阿嬷的小弟一蒋。大兄讲，一蒋最想阮，过一阵啊，想要来遮看阮。这个消息，互我感觉欢喜。同时，嘛有一种讲袂出嘴的哀伤，甲一份思念过去的心情。阿嬷，我巴肚枵啊！巴肚枵哦，阿嬷หั่一条番薯，互你食好无？好啊。我这个阿嬷，并不是阮后爸亲生阿嬷，而是阮阿公的后寿。我的亲生阿嬷真早就过身啊，阮兜的人对伊完全无印象，所以当阮阿公着阿嬷，就是咧记这位毋是亲生的阿嬷。事实上，阮这位阿嬷毋但伫地位上甲名分上，就连感情上嘛真正取代了阮迄位毋捌见过面的阿嬷。所以，伊互阮叫阿嬷是完全担当会起的。伊用伊的人种的方式疼痛阮、照顾阮，特别是对我，伊对我的偏爱，时常引起别人的怨妒。阿嬷，我巴肚枵啊！毋是拄则食饭无偌久，加啉一寡水就袂枵啊！哼，阿嬷大细心。伊是家里，也就是山地人。我讲用伊的人种的方式，并毋是讲伊爱阮有啥物缺陷，也是无尽责任。只是讲，阮有时阵袂当要求伊甲其他的阿嬷同款，讲民族性的故事甲童谣。伊袂晓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嘛袂晓教阮唱《月公公好装强》，但是伊会当用别种的物件来补偿。这个别种的物件是遐尼啊优美、珍贵，平常得袂到的。阿嬷，我想要放风吹，你遐敢有线？线哦，
线用袋仔落就有啊。袋仔是啥？是一种麻。阿嬷细汉的时，拢是用袋仔落线，落出来的线足用的哦。阿嬷紧落线互啊！好啊，等我工课做煞水落互你吼。根据阮所在，伊从来毋捌对阮这个囡仔讲白贼，伊嘛真罕伫生气。伊的心境一直拢保持平衡，伊的面容啊平静、清明、自在，看起来袂输永远拢咧笑。唯一有一摆。迄间是冬尾，大家无用咧赶稻仔时，透早阿嬷去田林拾菁，雄雄有人发现伊伫咧田悬顶跳来跳去，还佫大声哀哀叫，两只手伫空中乌白海，袂输着高。是咧叫啥话？哎呀，规头骹拢大棍啊啦！是大棍啊！我俩真是看到蛇咧。我上惊大棍啊啦！大家挖过去看，当时啊，涂骹面规个拢是大棍仔咧爬，坐甲每一步拢会当踏着7、8条。阿嬷一世人上惊的就是大棍仔，阮大哥笑甲哭落来。毋过终其尾嘛是甲伊爱转去厝里。阿嬷生做细粒子，下海渐渐人山跳，肉淡薄仔乌。头早时常把门尾仔伫头壳顶填做一个帆布头，伊的手肉甲手盘有真好看的赤花。我知影伊是家里，是伫我较大汉的时阵。毋过知影这件代志对我并无任何的影响。对我来讲，伊就是一个填帆布头、手有赤花的阿嬷，如此而已，是毋是家里，并无啥物差别。我毋知影我是伫啥物时阵、啥物原因开始跟对阿嬷。我真想要知影这件代志，所以时常问阿嬷。拄着阿嬷欢喜的时阵，伊会笑笑啊，正经甲我讲。有一天透早，天拄拍扑仔光，我要去客人洗衫的时，看到一个胡萝卜，甲一个囡仔等伫竹仔骹。我等胡萝卜走了，就行过去，甲囡仔抱起来，缀落去洗衫的篮底，带转去厝里。这个囡仔就是你啦。后来我大汉啊，我知影每一个做老母的，拢爱对家己的囡仔解释当初是安怎甲因捡回来。毋过，伫因的故事内面，等囡仔的查某人拢是家里婆，阮阿嬷是甲换做胡萝卜，敢若这点无共尔。啊，好乖哦！要食奶啊吼，阿嬷来泡牛奶糕哈。根据我后来所听，加上我家己的推测，咱像是我有小弟迄年，阮阿母腹肚内有更较细汉的小弟，袂当照顾我。毋过迄时阵我还袂长龄，要安怎？所以阮阿嬷就用牛奶糕甲我饲。啊，好乖。等阿嬷滚水烘好，水泡牛奶，互你啉下。迄时阵，民间还阁毋知影要用保暖的滚水罐，大概要冲牛奶糕，拢都爱烘灶煮滚水。所以头2冬，阮阿嬷母甲真忝头，这种麻烦一直继续到了我4岁长龄为止。早前的代志，
我会记你真少，我只敢会记你厝内真暗，我真耐心倒伫眠床顶假啊困去。阮妈妈用鼻音足重的声音咧喊毋正调的歌，一面用手搭阮小弟。这时阵，我偷偷落眠床，暗面蒙，撕卡捻手，拍开门，钻入去阿嬷的房间内面。哎呦，是阿豪哦！阿嬷，你唔困走来阿嬷的房间边呢？妈妈房间内面的尿味足重的，我困袂去。阿嬷，我甲你做伙困好无？好啦，你困阿嬷边啊吼。过无偌久，阮妈妈就吹过来呀。我就知影，伊一定又搁钻入来你的房间啊！阿豪，阿豪，我唔应，嘛唔叮当。可能是困去啊。我惊伊是咧假呢，哪有遐紧就困去啊？阿豪，阿豪，我犹原唔应，嘛唔叮当。刷刷去啦，就又11点才困啦。你身体无好呢，哪会堪得伊甲你吵？这时阵，我感觉袂当无讲话啊。我袂吵阿嬷。好啦，互伊点才困啦。阿豪爱乖哦。安尼，我先转去房间啊。好啦，紧转去困。我就是安尼开始跟对阮阿嬷，一直到我成年伫咧外面流浪为止。伫我的生命中，伊是我上亲近、上留恋的人。其次才轮到我的爸母兄弟，我对伊的爱，根本是独占的。就算伊家己亲生的2个查某囝，也就是我的阿哥，拢无我本着的多。但是到这个时阵，我也唔知影我的阿嬷是家里婆。有一天，阮妈妈甲隔壁的查某人咧开讲，雄雄有一句话吹入来我的耳孔内。家里是唔知影年纪的。因只干那知影山野开花，就是又搁过了一冬。这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，因为我感觉好亲像是咧讲我的阿嬷，但是我唔是真确定。所以，当我看到阿嬷的时，阿嬷，你是毋是家里婆？毋是吼？你是安怎感觉毋是？阿嬷的面容看起来真自爱，嘛真温柔。伊将正手伸出来给我看。你看，恁妈妈的手敢有这种赤花？敢若无呢？阿嬷手顶的赤花，我早就知影。不过，我唔知影伊有另外的意义。这个意义到呾我才总算明白。只不过，我犹原分袂出阿嬷是毋是家里。我看伊的面，佮看伊身躯穿的长衫，伊嘛笑笑啊看我。你知影我是家里，你敢阁会介意阿嬷？我介意阿嬷。对啦，安尼毋才是阿嬷的细脚句。细脚句客家话意思就是狗仔囝，这是阮阿嬷教我学的。阿嬷的后头厝，我知影有2个阿兄，一个已经死啊，留下一个后生，也阁有一个小弟。这个小弟少年的时阵，捌伫阮兜饲牛饲几了冬，所以真会讲客话。伊的面生做老实和气，无一般山地人的赤，所以若毋是伊的腰插一支环刀，头壳白布巾，我根本就看袂出来伊是家里。我甲伊特别熟，嘛特别好。姊，阿哥，李江，瓦力，阿姑，恁来啊！
来来，入来内底坐。物件毋好乌白叮当哦。当因来看阿嬷的时，我发觉阿嬷对因哪想真袂放心，处处小心细意。来来来，吃饭咯！阿姊，你足久无啉着咱山林的米酒啊吼，来一杯互你。啊，咱山里的酒实在有影芳。阿哥，你若爱啉，明日啊，阮来的时阵，较加送一寡来啦。毋免，我即马较少啉嘛。恁两个嘛袂当啉伤济哦，一人啉一杯就好。啉一杯哪有够气？上无嘛爱啉一罐。袂使哩，敢若会当啉一杯。爸你，较听话咧，一杯就好啊，毋通甲恁阿姑惹麻烦。哦，好啦，一杯就一杯。来，阿姐、阿哥，干杯！来干杯！食饭的时，阿嬷无爱互因啉伤济酒，嘛无爱互因随便乱走。暗时啊，就伫家己房间的涂骹铺草树啊，互因困。真明显会当看出阿嬷处理这个代志的苦心甲烦恼。伊想要甲处理甲袂伤咸，嘛袂伤正，拄拄好，才放心合意。阿姊，我要来转啊哦。阿舅，这包盐甲这斗米，互恁炸转去。安姿势，马萨鲁。等下，米老咧，盐炸转去就好。哦，阿哥，阮来走。好，有时间才过来佚佗。啊好，爱较乖的哦。我知啦。阿姊，我来转啊。好啦，较细腻咧。阿嬷，你为虾米要叫因甲米留落来，无爱互因摕转去？你问这边呢？阿嬷的表情看起来真苦恼，伊只是一直甲我想，亲像无欢喜我问这个问题。阮妈妈小弟来的时，阮妈妈敢无摕物件互因？啊好，阿嬷甲你讲，因虽讲是家里，但是因毋是去食。阁有一摆，阿嬷的小弟伊将翁仔某甲阿嬷的孙仔万里来看伊。迄天拄好是过节的日子，大概是5月节的款。迄暗厝内的人无遵照阿嬷的吩咐，酒记在因啉。爸你要去倒位？坐好，莫后白走。哎呀，袂记恁妈妈有交代，袂当互伊啉伤济酒讲。啊，我想讲今仔日过节，互伊啉好欢喜。爸你来，转来坐好。你放手啦！我要去啦！要去倒位？恁阿姑有交代，袂当后白走，转来乖乖坐好。哇！我叫你放手啦！你看，叫你乖乖坐好，你毋听，我摔破伊啊！妈你！结果阿嬷的孙仔啉一个伤醉，坐袂牢，四界床，无拄好摔破一块碗。你甲我过来！哎哟，因阿叔两只手甲抓咧，硬甲拖入去阿嬷的房间内底。阿嬷气甲流目屎，也无讲话，甲伊的袋仔等伫伊的面头前，嘴里骂讲：黑马路，你甲我转去！阿姊，即嘛你莫安尼啦，是阮互伊啉的啦。过节嘛，加啉一寡无啥物关系啦。天遐尼暗啊，
明仔载才互伊走啦。经过一番的苦劝，阿嬷无搁再讲啥，毋过悠然的流目屎。第二天，我困醒起来时，发现阿嬷的孙仔人无看见啊！伊将捌你人咧？走啊！啊，当时走诶。真命！我惊一条，我从来毋捌看过阿嬷遐尼啊生气。啊，毋是讲今仔日才要转去？嘘，恁阿嬷来啊，伊个代志莫阁讲啊。有一摆，我可能是热着，有3天3暝，身体昏迷不清。阿和已经昏倒3暝3日，恐惊无效啊，是毋是爱甲刷落去涂骹？阿和，阿和，不准甲我耍！妈，囡仔人袂当互伊伫眠床顶。阿和袂死，我甲恁保证，阿和一定会好起来。恁大家拢出去，阿和我来顾就好。一直到即马，我拢感觉奇怪。阮阿嬷伫即方面有时有真正确、非常可贵的判断，好亲像伊看会清生甲死的界线。我想，这是毋是甲伊迄种火焰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呢？果然，伫咧伊无眠无日、尽心看护的情形之下，我伫咧第4天下昼将伊醒起来啊！孙爱孙爱萨古鲁萨。迄时阵已经是尾仔仔，一开始我感觉家己好亲像人伫咧半空中咧飘，身躯浮浮。忽然间，我听到有一种声音，亲像来自下边的涂骹面，也亲像来自足远足远的所在。孙爱孙爱萨古鲁萨。慢慢啊，这个声音愈来愈清楚啊，好亲像已经接近涂骹面。这个声音我感觉真熟。后来我听出来，这是阿嬷的声音，伊咧唱歌。阿和，阿和，你精神啊！哦，阿和，阿嬷你看，阿嬷手链体是用体仔落一团幼线，是我放风吹用的，甜伫咧一支枝顶面。较早我定定甲阿嬷甜调咧，叫伊甲我落。毋过伊代志济，落一届干那一点点啊。有时阵甚至凊彩甲我应付一下，所以当年我的风吹拢飞袂悬。即马迄支枝已经互线甜甲碰起来啊！我想一定落了袂少啊。阿和，你也较紧好起来，阿嬷要搁落较侪线咧。你今年的风吹一定会当飞足悬足悬呢。恁阿嬷落3天3暝的线啦，你伫眠床顶倒咧，伊就伫你的骹边落线，真骨力呢。妈，好啊，你会当先去困啊，换我来替你。我也袂忝咧。啊，好啦，妈，你毋通忝甲出病，你的细脚骨，搁要叫你落线呢。阿嬷想一时啊，好亲像伊也毋知影是毋是应该去困。不过尾啊，还是去困啊。我看伊的目镜乌乌，目睭有一寡红丝。安尼，阿和，阿嬷先去体一下。阿嬷走了后，大哥甲我讲：恁阿嬷3暝无困啊，伊坚持要家己顾你。后来阿嬷甲我讲：我有一个小弟，毋是姨丈。是已经死去啊！迄个嘛捌小连续倒5天5暝，无食物件，嘛无啉水，后来嘛是好起来。我看你甲阮小弟的情形是共款的，
一个人若安尼阁袂死，可见伊是袂死的。这好亲像是伊的信念。有一摆，阮二哥碰见一只牛。第二天，阿嬷带我去山林找牛。阿豪，对阿嬷豆豆啊行，行好，毋通跋倒哦。迄时是秋天，天清阁凉爽，山林有一种宁静甲祥和，山野飘出薄薄的紫烟。阮下过番界，潜入山北。阮有时行落去溪谷，有时爬上山顶。虽然拢是一寡细粒山，但是我已经感觉有够悬啊！对迄顶面看落来，河流、山野拢一清二楚。我头一摆入来到这么深的地头甲悬山，我非常欢喜，手不时举起来握。嘿嘿，阿豪有欢喜无？阮阿嬷对这个所在哪想真熟，袂输长者来过。对遐个深幽伟壮的山谷，亲像一点仔都无感觉稀罕甲惊吓，嘛毋惊爬山。阮爬起咧山顶的时，伊手举北平2粒山中落落去的所在，甲我讲：“你看迄边。”阿嬷的后头厝就是伫咧遐，另日啊，我则带你来去遐佚佗，好无？迄是一个阴阴暗暗的山呐，有一蕊云轻轻啊挂伫迄顶面，以外我啥物拢无看到。哦嗨呀，哦咿耶呀！阿嬷不时会落唱歌。会落踏着溜利的脚步，伊的面容啊有一种迷人的光彩，目睭人在转生，规个人展现出一种轻快的活力。我感觉伊比平常时啊加足少年。哦嗨呀！阿嬷歌声愈唱愈悬，声音内面充满一个人内心的欢喜甲热情。好亲像有一种已经困足久的物件，熊熊伫欢喜的感情中醒起来。有时，伊会熊熊停落来对我一直笑，亲像想要知影我会有啥物感受。这时阵，伊总是微微啊笑，然后就搁继续唱落去。呀那呀吼嘿呀，嘿呀那呀吼嘿呀。唱歌时阵的阿嬷。虽望真迷人，但是我心内却是感觉有一种迷惑，一种困扰。我好亲像感觉，这已经不是我原来迄位可亲可爱的阿嬷。阿豪，你是毋是无欢喜？我，还是你人无爽快？阿嬷莫搁唱歌，阿嬷莫搁唱歌。阿豪，你是安怎？阿嬷莫搁唱歌。阿豪，阿嬷唱歌，甲小叫舅惊着啊！阿嬷无搁再唱歌，一直到返到厝为止，伊拢点点哪想代志哪行路。我感觉伊的面容啊是忧郁、无欢喜的。但是一转来到厝了后，这一切拢消失了。伊又搁恢复原来迄个阿嬷，迄个平静、清明、自在的阿嬷。到了我13岁出外求学，毕业以后又搁伫咧外面走藏，需要我关心的代志愈来愈多，无形中减少了对阿嬷的恋怀。
而且甲阿嬷定定几落个月见无一解面。但是阿嬷对我的感情悠然无变。阿嬷，小舅舅，你转来啊！来，过来遮坐。阿嬷足久无看到你啊，过来互阿嬷好好啊看一下。大概我若过较久转来，阿嬷就叫我坐踮伊的身躯边，一直甲我看。有时阵手会举起来，对我的头壳顶一直摸到骹目，一边摸一边嘴念讲：我的小舅舅大汉啊！我的小舅舅大汉啊！对伊的口气甲目色看起来，我知影伊这句话是要甲伊家己解释。对伊来讲，这个小舅舅的大汉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代志。伊哪想有淡薄仔着惊呢？后来我出国，远走他乡，过了冬无啥陪转去厝里。阿嬷是伫二次世界大战将战进前2冬过世的。听妈妈讲，恁阿嬷倒伫眠床顶的时，一直咧念你的名。要往生以前，犹阁咧问你写的批到位啊未？听下我转来时，阿嬷的墓地顶面已经生满哪拔啊，草仔嘛发甲真黄。我念香祭拜，心内感受到冷冷的悲哀。阿兄讲了无偌久，阿嬷的小弟就来到阮兜啊。阿豪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恁阿嬷的小弟一将啊。若毋是伊自我介绍，我强要袂认识伊。毋但是因为伊已经老啊，伊的穿衫甲伊的外表嘛已经变啊，伊的腰已经无插环刀，而是穿一束旧的日本军服。头鬃嘛剪掉啊，所以头壳顶无搁再垫布巾啊。头毛加甲真短，已经白啊。喙皮因为无喙齿，规个冒落去。唯一不变的，哪想只有伊的目睭，甲面容的善良和气，还阁有喙所讲的客家话。一将，真久无看到你啊！我带你来去阮阿嬷的墓拜一下。迄暗，阮讲话讲到半暝才困。我发现伊讲话以前，总是爱先摇一解头。看起来，伊食老哪想过了无够偌好。一将，恁阿兄的后生捌你，即摆咧做啥？伊啊，伊无要做人啊，好烧酒，开查某，槟大骨，食饱佚佗，捡甲去啊！时代无共啊，阮山内即摆嘛有趁食查某啊呢。啊，阮大兄哦，敢若生即个后生啊，想袂到变甲安尼，无效啊！啊，阮二兄呢，无生甲半个，我家己嘛敢若生一个查某囝，已经嫁啊！啊！这拢是因为阮阿公较早毒人头毒伤济哦，所以无好啊。第二天，伊要走的时，阮又搁去阿嬷的墓前烧一支香。当伊静静行伫头前的时阵，我雄雄发觉伊有淡薄仔翘骨。这个发现加深了我对阿嬷的追思甲笑脸。我感觉我已经真正失去了一个我生命中上重要、上亲爱的人啊！
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咖喱婆》是由钟以和原作，罗家书编剧。剧中的人物阿嬷洪昭文演出，阿嬷的小弟一将王团结演出，阿嬷的孙仔瓦里张家济演出，细汉的阿和詹信元演出，大汉的阿和吴凤生演出，小妹李东云演出，大哥王子玲演出，老母洪秀芬演出，厝边夏玉华演出，口北罗家书演出。